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日係2026年2月25號，已經係星期三啦。嗱，好啦，最近呢，我哋掀起咗一個話題啊，就係話喂，係咪可以有好多人回流嚟香港呢？咁樣嗱，《東方日報》咧就話啦，根據呢個 BNO 嘅記錄咧，就有17萬人咧就離開香港。咁問題就係呢17萬人可以令到香港啲鋪吉晒，咁啊其實都幾犀利喎，威力嚇！呢17萬人原來就係香港嘅消費力主力嚟嘅。嗱，呢個我唔係好明。咁其實應該我哋估計就唔止嘅，17萬人佢可能帶埋加埋人落去咧，可能有30-40萬都未定啦嚇。好啦，咁啊30-40萬之餘啊，仲帶咗好多錢嚟英國買樓。嗱，好啦，咁但係咧有好多人住唔慣英國啊，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英國大家知道啦，天氣凍，咁啊又周圍都冇冷氣嘅喎，係咪啊？夏天啊好撚慘嘅，夏天得20-0度，係咪？咁所以唯一有30-40度咧係一個禮拜，所以咧其實買冷氣咧你只能夠用幾日嘅啫，而且咧唔係全日開冷氣嘅，因為熱嘅咧係中午至到下晝嗰2個鐘頭。到到4-5點咧又涼翻啦，又唔使開冷氣，咁所以咧實際上啊，我上年上年冇啦嚇，前年啊，當時熱起上嚟咧，我有冷氣喺嗰度嚇，開咗12個鐘頭到啦，總共啊，嗰一年啊，開咗12個鐘頭冷氣，有一日開4個鐘，嗰日最熱噶啦，跟住啊2-3個鐘咁樣啦，總共開咗約莫12個鐘頭冷氣到，咁所以咧呢個都幾唔習慣嘅。咁好啦，咁啊仲冬天啊當然辛苦啲啦，係咪？因為日短夜長啊嚇。咁啊最慘嘅時候12月咧，就未到4點啊個天開始黑，咁你唔想出街嘅。一到冬天你真係唔想出街嘅，係咪？咁啊變咗咧就使少啲錢啦，喺屋企慳啲咯，係咪？煮埋飯啊更加慳錢。嗱，變咗咧，好多人就話覺得哎呀香港即係好多啦，喺英國唔習慣，咁啊想回流。好啦，咁啊翻回流咧就有個問題啦。如果你手上有好多錢嘅，梗係冇所謂啦，咪中意回流咪回流咯。問題就係又唔係好多錢，咁點樣回流呢？香港樓咁貴，係嘛？有辦法，惠州啊，因為咧有啲朋友開始講起咧，係啊，我哋都唔係好多錢，英國嗰層樓又賣唔到幾多，因為買嗰時都平啊嘛，係嘛？即係英國你知啦，豪宅唔係話冇嘅，大把豪宅，豪宅唔同香港差唔多添。如果講緊啲頂級豪宅係嘛，你講 Mayfair 係嘛？呢個叫海德公園係嘛？嗰度嗰啲梗係唔平啦。就算你話倫敦都好多係過萬蚊尺嘅，即係2-3千尺、幾千萬嗰啲有嘅。咁當然啦，你話依類人梗係唔怕啦，去邊度都得啦，回流係咪？問題就係咧，而家嚟得英國住得耐咧，你習慣咗英國嘅尺價，即係萬幾蚊嗰啲咧頂級豪宅嚟噶啦，好靚嘅，好好頂級噶啦。如果你話普通我哋即係小市民啦，我哋當基層小市民住翻幾百尺嗰啲咧，實際上100-200萬就有噶啦，甚至乎都唔使添啊！即係如果你有啲地方係可能啊，總之200萬樓下啦，肯定起碼有3房最少。千零尺緊噶啦，冇你即係你有時嗰啲排屋啦，係咪？你譬如買翻間排屋，2層加埋千零尺點都有嘅，每層600尺，咁啊1200尺100-200萬都當係嘛，或者200-0萬，咁你計個尺價就係好平嘅嚇。咁你冇辦法接受到香港嘅尺價嘅，因為香港而家要價都成萬蚊尺噶嘛，跌極都要萬幾蚊尺噶嘛，係嘛？話俾你聽，好撚筍噶啦，益鳩你噶啦，萬幾蚊尺係咪？咁你點買千幾尺咧，大佬？你揸住嗰時即係雞碎咁多錢，你喺度嗰層樓當你250萬買翻嚟，喂你翻到香港你買咩啊？買唔到樓嘅喎，你接受唔到香港嘅樓價嘅，咁只能夠惠州啦，係咪？你咪喺呢度英國層樓都250萬買鳩咗佢，咁你翻香港住咩啊？重新供個樓啊？咁冇辦法啦，一係去惠州咯，係咪？惠州有啊。嗱，我哋見到一個咩萬科雙月灣啊。咁啊，2期2廳2房78平方米，即係有800幾尺嘅嚇，有820尺到啦，差唔多嚇，810、810、810幾唔夠820尺到。咁啊，高層嚟嘅，有海景啊，全海景。喺19年嘅時候成交152萬。好啦，咁啊最近好多二手樓啊。好啦，同一個面積嘅78平方米嘅而家幾多錢啊？25萬，1/6價錢啫。嗱，25萬咧，其實買都唔怕啦，跌撚咗咪算咯，係咪啊？
咪真係喎！你如果25萬買層樓有800尺嘅，咁真係跌咗咪算數咯，係咪？咁啊辛苦啲咯，翻工係咪？咁問題就係住得舒服啊嘛，起碼咧大啲先，唔使香港逼100尺。喂，你得250萬翻香港，你唔係住100尺，你住咩啊？你同我講想住幾多尺啊？係嘛？咁所以咧，你計個數，你翻唔到轉頭。好啦，我哋講啲比較即係相對即係銀包冇咁鬆動嗰啲啦。咁你有錢啲嘅，唔怕啦，帶幾千萬過嚟嗰啲，你都翻唔到轉頭。點解咧？因為你幾千萬嗰啲咧，你過嚟買間 house，咁啊通常起碼都5房啦，係嘛？4房5房2層，獨立屋嗱，因為獨立屋咧同 semi-detached 係唔同嘅，detached 咧就獨立。周邊冇牆，你一個 number 自己可以起嘅，可以重建嘅，呢啲叫獨立屋。咁如果嗰啲 semi-detached 咧，即係同隔離咧黐埋同一埲牆，以前係一間屋嚟嘅，劏開咗兩邊，一人一間，即係劏開2間。咁嗰啲會平啲嘅，係嘛？嗱，倫敦咧呢啲 semi-detached 咧，如果你講南部啦，平啲嘅咧300-400萬都買到嘅，都有2000幾尺㗎，3房又有，4房又有，2個廳2個廳2個客廳，一個飯廳，再加3間房，咁咧可以做到咧係，我諗加埋上下都有2000幾尺，講緊400-500萬，最300幾萬都有，我見過喺南部嗰陣時試過，我哋都住間 B&B 賣350萬。好啦，咁當然啦，你話有冇貴啲嘅好啲？有，實有嘅，係咪？咁你如果你話2房800萬、1000萬都有，2000萬都有，咩銀碼都有嘅任何銀碼都有。好啦，咁啊倫敦咧最平嗰啲咧即係如果唔計呢啲比較南部呢啲咧倫敦如果市中心咧有冇400幾萬一房，如果2房咧要700幾800萬，呢個係平均價錢，同香港差唔多嘅。但係問題就係人哋2房單位係靚嘢嚟嘅，成1000尺嘅成1000尺嘅都係講緊800萬到啦，或者700-800萬啦。咁一房嗰啲係鬆溫㗎啦。如果你講到400-500萬一房咧，係差唔多係接近鬆溫地方嚟㗎啦。咁唔係個個住鬆溫㗎嘛。咁譬如你住 Reading 咁樣200-300萬你買到樓㗎啦咁如果你話啦，我哋講高級啲嘅，我哋要買啲靚單位1000幾2000尺嘅海景樓係嘛？我有2000萬不值，可以。喺倫敦你都可以買啲靚樓啦，2000萬不值係咪？20個即係2 million 啦，200萬磅到咁好靚啲樓。咁問題你又係翻唔到轉頭，因為你翻香港你一揀落去乜撚嘢話？2000萬買幾多尺話？買500幾600尺600-700尺，只能夠買2000萬嘅樓，有冇搞錯啊？仲要冇海景，有海景要幾錢啊？有海景得500幾尺咋？咁點搞啊，大佬係咪？雖然你配套都唔錯，但係尺價頂唔順啊嘛，係咪？因為你如果喺倫敦2000萬，你差唔多買到1500-1600尺1500-1600尺嘅靚樓噶嘛，有3房啊嘛，係嘛？咁你香港買唔到，即係你只能夠買細一半。咁你好多人接受唔到，甚至乎你唔好話2000萬買 apartment 都靚嗰啲咧，你買 house 都可以買到唔錯嘅呢啲 house 噶啦，係嘛？所以咧，其實你嚟英國住過之後咧，你好難接受到香港嘅尺價嘅，係嘛？嗱，好啦，而家新嗰啲樓，我見到最近有個單位係中環嘅，好靚啊，1200幾尺賣到成5000萬，即係成4萬蚊尺佢係新樓嚟嘅。好啦，你知唔知5000萬喺英國可以買咩樓啊？當然係一線，梗係唔係話好靚啦，係嘛？一線咧，你可能買到2000幾尺嘅樓嘅，都應該買到2000幾尺。但係如果你出少少咧，喺松飛咧，你已經可以買到一間別墅，一間大屋。嗰間大屋係有5-6千尺嘅大屋，有私人泳池，有大花園，可以駁埋高爾夫球場，有6至8房，工人房都有2間大套房連工人嘅空間都有。個廚房咧，淨係個廚房都起碼有600-700尺即係講緊6000尺啲大屋喎咁跟住仲有呢個桌球室，有電影室，500萬你可以買呢種咁嘅物業，而且好靚，松飛㗎啦，唔係好渣嗰啲嚟嘅，松飛都買到㗎啦，係嘛？咁所以咧，你真係你譬如咧，你 BNO 嗰啲咧，你接受唔翻香港啲樓價嘅，所以啲人話會回流，點樣回流咧？我想問下，
你接受唔到啊！除非你又唔係話仲希望我揸5億過嚟，翻轉頭又係翻香港又都揸翻嗰5億翻過去，咁啊梗係冇所謂啦，係咪？有乜所謂咧？都其實都有所謂嘅。呢度5億可以買2萬尺嘅啦，一間巨宅嘅啦，喺倫敦市中心啊，係嘛？香港咧都得，都可以買到間大宅嘅，係嘛？不過係講緊4000尺咯，係咪？山頂大宅5億4000尺，咁所以唔同咯，真係有啲唔同。人哋嗰啲大宅嘅氣派大到咧，好似領事館咁樣嘅，好似啲官邸咁樣嘅大間度，係嘛？好啦，咁啊，所以咧唔同啊，即係你一地方你睇過之後咧，你要感覺到唔同。咁所以咧回流咧唔係冇嘅，去惠州咯，係咪？你點接受到香港啲尺價咧？係嘛？咁香港啲發展商賣俾邊個咧？咪嗰啲不明真相啲大陸佬咯，係咪？咪俾你呃咯，係嘛？而家呃香港人咧，其實唔係話呃唔到，難啲。都仲呃到嘅，都仲有好多傻佬噶嘛，係咪？咁啊，亦都有啲人係即係聽啲老點啦。哎呀，香港樓市反彈啦，你快啲入市，你唔買啊，第日冇得買噶啦咁樣。你話啦，係咪冇得買？多都有啊！啊，呢次講住咁多先，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節目，多啲留言，多啲 like 同 share。覺得好聽嘅可以訂閱 Patreon，介紹埋俾親戚朋友聽，多謝晒。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嗱，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嗱，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鎊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啊，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咧，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嗱，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直接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多謝。